我有。喂，五首高飛，我哋唱翻首歌嚟宣傳下我哋嘅諮詢同投票期，好唔好啊？好。5、6、7、8，諮詢與你去細心傾聽。22號單堂柯英，真心對你有愛，唔令你失望，要用我嘅兩盡為剩下走綠精英。投票啦！雙身，日日望盡你一笑。2月23號定機會，我到2月20號終結。We are 雙身，認定你嚟投票，打開手中的票券，用盡力量 ，Go！ 我哋嘅諮詢會喺2月22號喺兒童書院大堂舉行。